结婚完还温的，还愿的。还温，所以你们之前是来这边求的吗？对。哦，那可以跟我们说说经过吗？红线真的是不小心就不见了，然后过没多久就认识我先生。对，我觉得我朋友来找我的话，可能我就是活月老。为什么说你是活月老？就没有感觉跟我聊完之后，大家都有男女朋友。有最悠久的历史哦，它的特色哦就是帮这个未婚的男女哦找到好姻缘。所以我们庙里面不仅有红线，还有颜魂啊。那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月老志工团，每一年都配合这个七夕文化局的这个活动，也办一个大型的联谊活动，促成的那个姻缘最多了，可能是咱全台南市上多。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属于情人的节日，除了西洋的情人节外，还有东方的七夕。许多单身男女会来向有着爱情守护神之称的月老求红线，期待爱情降临。不过你知道吗？台南是侍奉月老庙宇最多的城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为配合即将到来的七夕情人节，推出新的文创商品“月老知我心 ”QQ 软糖，象征姻缘的红线以及象征金玉良缘的玉佩等设计，都可以在可爱的包装上看到哦。不论你是单身、单恋、有伴侣或是夫妻，在月老的加持下，都可以爱情圆满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台南市是一个爱情的城市，因为台南市有非常灵验的月老庙，有很多的月老会来为你的爱情来做加温，所以每年在七夕的时候，我们都会办理七夕嘉年华的活动。今年我们特别在七夕跟益美食品发行了知心软糖，那重点是这个软糖是由7个月老庙的月老共同来加持的。所以非常的特殊，从南昆生的戴天福的月老，他的法宝是他有一个玉佩。那我们像在府城里面的，像我们的兴济宫的月老，嘴巴特别大，所以最能够舌灿莲花。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武庙，我们的月老，专门帮你解决爱情的问题。他的那一只所谓的月老的拐杖，专门打小三的哦。还有很多的月老庙，每一个月老都有他不同的一个法宝。那我们透过这些法宝，把它放在我们整个知心软糖的包装上，让大家都能够受到这些月老的一个庇佑。所以希望大家在七夕的时候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也可以来品尝我们的知心软糖，让你的爱情更加的甜蜜。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3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上主车甲三观农有线电视过去13档来，每一档拢会举办卡拉 OK 比赛。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改成举办主播夏令营甲看电影的活动。上午主播营的第一天，请第一线的记者来教学生安怎采访新闻，而且搁实地演练，同时模仿发布记者会实际状况。来自大台南20几名4年到6年学生，伫暑假期间选择来到上主青甲三广有线电视所举办的主播夏令营。营队当中，除了听出有关有线电视主持节目甲媒体生态小界，也有教学生如何像记者同款，将复杂的事件用简单的文字甲影像，透过学写新闻稿的方式来发布。虽然对来讲有淡薄仔困难，不过伫实地演练采访以后，让印象深刻，有真大的收获。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很多主播都是光鲜亮丽的，但是他们台下其实有很多时间都是在调试心情，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来这次营队我觉得收获很多。他们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都不需要花时间自己去体验，然后他们就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都不用花自己的时间去体验。今天参加这个主播营，让我学到怎么
怎么讲话，然后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怎么当记者，怎么当主播。那双子星跟三光网有线电视是在地的媒体，那我们也非常的高兴，也很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资源可以跟我们的市民来共享。那所以在今年度我们举办了主播夏令营的这个活动，那希望这2天的活动可以让我们参加的年轻学子们对于我们的电视的制作过程有更深进一步的了解。那在这2天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收获。面对第一天原本拢无熟悉学生伫做伙学习采访，同时将采访成果转化成海报制作以后，也模拟举办记者会实访，然后大家拢学了如何同心协力，给了一份合作的感情。期待第2天的课程，也搁要体验上主播的滋味。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位伫孔庙文化园区对面的建兴国中，为了改善运动场、跑道、甲周边综合球场，30号上午透过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鼎真情，邀请中央体育署官员以及市府教育局会刊，概括经费大约1000多万，希望争取中央的补助，伫今年底进前会当完成整建。台南市建兴国中的运动操场甲综合球场，因为老旧失修。不但地面无平，而且跑道嘛残破不堪。经过立委陈廷辉接到议员陈义鼎甲校方的反映，30号上午特别邀请教育部体育署甲市府教育局实地来会勘，希望争取中央的补助经费，让运动场所赶伫明年运动会进前会用的完工来启用。咱建兴国中的校长啦吼，甲议政反映讲，就是咱的跑道啦吼，完全破烂烂，咱的球场吼，规个拢安尼破空吼，造成着囡仔其实咧运动非常的危险，所以伫校长甲议政反映了，议政嘛甲我订正讲，是毋是咱请咱体育署来协助支援，所以讲今仔日特别邀请咱体育署咱的王组长来看咱这个PU 跑，咱的 PP 跑道如何改成 PU 跑道，因为这个已经是破烂。无法使用，而且即马咱的学生甲咱社区民众的使用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希望讲伫咱马上来协定，会当赶伫后一道咱这个建兴国中咧举办这个运动会时阵，会当一起落成启用包括咱的球场。这个预算包括我们的跑道跟篮球场将近是1000万那也期待说在陈廷飞委员的协助之下，希望体育署能够尽快的核定经费，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孩子我们建兴国中的孩子可以尽快的有一个好的跑道，还有好的球场可以来好好的运动，也让附近社区民众有一个好的休闲环境。对此，体育署组长王汉忠现场嘛承诺，会全力来协助校方来修正计划案，而且尽速来核定。至于边仔棒球练习场，因为爱经费，可能要等待明年才能筹备经费来征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英国牛津市会日前提案通过，甲咱国城市缔结姊妹市。对此，台南市会民进党团30号下晡也召开记者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全力支持市政府，希望争取甲牛津市缔结为姊妹市。议会民进党团为了促成台南市甲英国牛津市会用的缔结为姊妹市，30号下午，包括党团的3长。甲这位议员共同出席，全力来小挺市府，努力争取。City 它是一个在英国，不要说在英国，它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知名的大学城。那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人文荟萃，再加上它在学术上面的地位，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从 transportation 交通、education、culture 各种文化、教育等等这一些制度上来讲，他认为在台南应该可以来作为台湾的代表，来跟英国牛津市作为这样子的交流。接下来就是安平建成400年，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会，最主要用意其实也期待我们的黄伟哲市长还有苏恩处长赶快去促成这件事情，能够为安平建成400年带来最好的礼物。过去牛津市它是一个知名就是古老的城市那台南也是建成400年的一个城市。那在相较的一个条件之下，我们认为台南市是更有资格比起其他的城市来跟我们英国的牛津市来缔结姐妹市。
会中市府新闻甲国际关系处的处长苏恩恩嘛回应，当市府伫第一时间知影英国牛津市的提议，市长嘛马上发函予牛津市的议员甲市长，并且透过外交部送到英国。不过原则上，英国牛津市应该会先对民间的交流来开始。如果光以市政府的立场，可能我刚才有提嘛，就是会当他觉得好像政府去跟他们接洽，民间的力量加进来是最好的。所以这个东西没问题。我们今天我们会跟双子星借贷哈，这个我们有关我们嘉琪爷爷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们不知道有这个要录影，所以我们也没有我们的摄影没有来，但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双子星借贷哈，这一部分我们会包括以后再加入什么桥段啊，或是什么内容，我们会来设计。因为英国牛津市大学城的名好，目前伫全球只有8个城市来缔结。而且缔结的原因拢是甲文化历史有关系。目前台湾就新竹甲台中伫咧争取，因此议会希望透过台南建城400年的机会，努力争取。现场嘛有议员郑嘉欣以全英文来发表，邀请牛津市的市长甲提案的议员来台南进行交流访问。城市外交主动出击，城市外交主动出击，城市外交主动出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伫后火车站的5星饭店业者，今年特别甲艺术家林志伟合作，提出充满艺术风格月饼礼盒，同时佮持续甲玻璃恒温教基金会配合，只要购买指定的月饼礼盒，就会捐款予基金会，互民众食月饼也当做爱心，而且使用3倍券冇优惠。为了抢先攻占中秋月饼的市场，为伫后火车站的饭店业者，日前特别举办了月饼礼盒的发表会。即届除了传统的月饼以外，也使用台南在地水果制作往来酥甲山野酥等各种口味的月饼。即届礼盒的包装也特别甲艺术家林志伟老师合作，推出3种充满艺术风格的礼盒，同时也甲台北的姊妹仔饭店共同推出限定的包装。非常吸引民众的眼光。我们今年的中秋节邀请到就是城市艺术家林志伟老师，那他采用的就是3幅非常特别的画作，分别代表着我们台南凤凰城，也就是我们的鱼龙舞的这一款月饼礼盒，也就是公益款。除此之外呢，在台南的街景。在每一季的花开的时候，也会有像黄金雨般散落的阿伯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哦，那也是作为我们第2款新鲈鱼奶黄月饼礼盒。除此之外呢，很多人喜欢来台南观光，那走在台南的老城街的一个巷弄哦，可以感受到台南非常浓厚的一个朴质的一个氛围。那这一款我们也把它塑造为我们的一家香，那里面所采用的就是我们台南的凤梨以及我们的爱文芒果，来作为非常在地的一个口味呈现。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台南风味的一个月饼哦。那除此之外，刚刚所提到的南北映月，那这一款呢，我们是采用就是中式窗花珠宝盒的一个设计。那在这一款的设计是双层，那也希望能够除了台北的宾客可以购买到这一款，我们也希望把很好的产品也带到中部以南，那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轻松购买得到。那这一款是采用限量的，如果大家很喜欢，也要赶快把握机会哦。谢谢大家。凤凰木它代表了一个毕业的氛围，那我觉得其实人生就像坐火车，然后有不同的停靠站，然后到了这一站之后，你就下一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有时候看这幅画会让我觉得对，好像是对一个新的开始有一种期待的感觉，会让你会觉得说，在不同的人生路上，每一个转折点，你都会对它有一个期待。今年饭店也持续甲保利恒文教基金会来合作，只要民众购买指定的月饼礼盒，就会捐款予基金会。记者会中，基金会的小朋友也特别准备了一段表演来感谢善心的人士。艺术家林志伟也送上画作，要予基金会来收藏。就是在饭店，每一年我们就努力在社会企业责任上面的一个努力。那今年我们一样会
将我们其中的一款月饼礼盒鱼龙舞来作为一个公益款。那它每售出1盒，我们将捐赠11元于伯利恒文教基金会，给需要帮助的家庭与小朋友。那为发展迟缓的幼儿6岁以下的幼儿带来直接的一个帮助。那也将大家在中秋节一个月圆人团圆，也可以将爱心去散播出去哦。我代表我们伯利恒基金会能够来这里接受你们的协助，让你们的付出爱心，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受到更好的教养。饭店即届也有提供企业大量采买的优惠，甲商标制作的服务。同时，指定的礼盒使用3倍券，也会使享有优惠。喜爱食月饼，也是要送礼的民众，嘛会使来参考看卖。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来爱读册节目。讲到啉咖啡，多数人的印象拢是会当提神，但是相对的，嘛有人惊讲啉了会困袂去，或者是啉多会破心。毋过多年来推广用灰仔取代金属来烘咖啡豆的吴永海，甲邓雨桐就认为，要啉一杯好啉又个健康养生的咖啡，用灰仔来烘咖啡豆，就是重要的关键。位于安平老街这间咖啡馆，虽然只有3-4平的空间，不过内底却有满满的学问要甲大家分享。其中上届听捌第一台用灰仔取代金属的烘豆仔机，算豆价3档的吴永海不断改良豆价甲带主师第1代原型，到现在不只会当容纳1.2公斤的咖啡豆，更讲究温度、火力甲转速的控制。当然，不断研究，就是要呈现一杯好啉、个健康养生的精品咖啡。我从民国85年以后就开始坚持用陶瓮去烘咖啡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陶瓮的烘焙机因为是陶窑烧出来的陶去烘咖啡豆，所以它没有金属气，没有那些重金属的味道在里面。哦，第一个可以得到非常养生、非常干净。非常单纯的一个咖啡哦。第二个，陶在现在的所谓在推广精品咖啡豆里面是最后的一块拼图。我为什么会讲最后一块拼图？因为咖啡豆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绿原酸，所降解非常多的高抗氧化物的物质，比如醋酸啊、苹果酸啊、多醇类啊、多酚类这一类对人都是高抗氧化物的物质，对人体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希望在喝咖啡的当中，把这些高抗氧化物的物质喝到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比较好的护肝啊、护肾啊、水液循环啊、新陈代谢啊、老年痴呆症的预防，它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强调用灰仔所烘的咖啡，甲用金属迄款泡出来气味、口感，就是完全无同。加上为了改变一般人对啉咖啡会困袂去、会破心，或者是口味等刻板印象，也正2015年开始，拄啊陆续伫全台开设10个教室，目前嘛伫高雄开设旗舰店，来分享其实选择用灰仔咖啡机搭配好的咖啡豆泡出来，得亲像水果茶同款，而且用新的品牌来传承永续经营。本身我是做菜的老师，味儿就比较敏感。那陶瓮烘出来的豆子就非常的甘甜，很干净。那我想说，那么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把它传承给下一代。金属有金属气跟瓦斯废气的问题，所以陶瓮烘出来的豆子是不用养豆的，就可以马上品尝好咖啡。因为本身我们老师也是茶艺老师，好像他非常懂陶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把咖啡豆呢储存在我们的陶瓮里面。
当然要诞生一杯好啉的咖啡，咖啡豆的保存同款来讲究，所以也正甲德艺老师宋建成合作，专门开发出这款要互咖啡豆会当呼吸的灰仔来装。不只有功能性，美观的苹果造型，搭配五行的概念，营造平安的好格调。因为本身咖啡它外表毛细孔有很多呼吸，有很多毛细孔。比照外面的金属或是玻璃，它完全密封的。那因为这个早期我做的瓮有放茶叶，后来放了咖啡之后，它封存在里面，能去转化，让它更好喝。因此，觉得这样的方式就开始帮我姐姐开发了有小、中、大不同磅数的一个陶瓮就形成了，要变成现在它的特色商品之一。也正进驻安平，除了看好当地观光甲消费力嘛相当热心，希望好东西甲好朋友分享，嘛互大家拢会当来体验用灰仔所烘出来咖啡现磨现冲有啥物迷人的吸引力。第一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热心公益，由英美赛主会、合照英空、军英、南营赛主会等友会共同响应议员林美燕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所主办的寒暑假助动计划，做伙为绿色儿童来加菜。因为认同议员林美燕长期关心弱势家庭。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莲潭第6选区、彩云区以及英美赛主会、英空赛主会、军英赛主会、南营赛主会等友会，捐赠加菜金，做伙关心弱势儿童。在这个暑假跟寒假这个空窗期那没有一个营养午餐可以供应，那我们妇女联合会呢就抛砖引玉，那共襄盛举，来邀请我们的狮子会国际300低湾区、第6专区、11分区的4个分会一起来这样子做这样子的一个资助活动。那我们的学童呢，在寒假、暑假的时候呢，都能够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午餐呢，能够那个享用。有需要狮子会的地方，我们都会大力的支持，感谢每位议员给我们这共襄盛举。议员林美燕寒暑假助动计划举办至今迈入第6档，得到真侪人的认同甲协助，这让议员林美燕非常的感动。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那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到了这个时候，正在就是我们就是启动这个就是营养午餐的过程中间，我们永康狮子会在我们分区主席带领之下，每一次都会在就是陪着小朋友一起来用餐。不仅起关心你，同时在实际付出。我们希望我们小朋友每天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而且在放假的时候，每一个都能够快乐的，不管是寒假也好，暑假也好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各地的爱心啊。助动计划是由议员林美燕、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台南市资源回收工会共同举办，为南区、安平区的弱势儿童提供营养的午餐。根据统计，总共有16间学校，大约250位弱势学生受惠。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分有时乌阴转好，或者是雷好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